受海葵风台的影响，台东的灾情嘛真严重。台铁的南回线邦寮到台东的列车，因为沿线铁基路有真侪雨风扫转去的树尾甲树枝，所以有停驶。东部干线伫上到台东双向不通，严格经过抢修，伫昨暗6:25已经恢复通车。 台铁列车摆去经过关山路段，因为瞬间风势较大，树火造成列车吸电弓受损，卡伫关山甲地上站时间无法度驶。另外一个为台东发车列车伫通过三里站的时阵，佫发生接电弓疑似摇动的情形，结果卡伫鹿野站。第7车厢就蹦一下这样啊？我们在第1车厢。哦，很大声吗？还有火花。 真大声音，后备少人拢惊一条。两列次火车影响超过400名乘客，代替派车转接，造成台东甲花莲玉里车站出现上百名单车人，离上到台东之间双向受阻，代替出动电力维修车继续抢修。还拖了那么长的时间，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没办法放下心，就不知道到底还会不会来。真的还是不确定，因为已经公布蛮多次说会来。 等6点外钟，4月23次列车乘客总算等到由台东站开出列车，到鹿野站接受困的乘客上班。蛮复杂的呢，想说可以延后1天收假，结果没办法，对吧？就要搭火车上去。台铁东部干线一定伫初四下晡6:25抢通，恢复双向通行。南回线部分，台铁局表示，邦寮甲台东时间路线安装伫清理路线巡查了后，伫今仔日恢复行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